买当向资讯专属的机关来提出申请。政府资讯更加透明，民主参与更加便利。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台语趣味文化营要开始来报名咯，时间咧7月初5到初7，有3天的活动，内容有趣味台语、童军亲子体验、表演艺术等等的活动。地点咧台语文创意园区，欢迎厝内底有国小1年到5年的小朋友会使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电话：04-724-49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如果收到朋友的 LINE 讯息，要求你代收简讯或是代打电话，就要当心哦，因为这通常是歹徒正在进行诈骗。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才不会受骗，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咯。亲爱的听众朋友，恁厝内垃圾哦，是毋是定定听袂清楚？转过来，转过去，较准就是收袂到。来，关怀电台即马介绍你一台上新上赞的垃圾哦，会当设定时间、设定电台、锁定频率，也阁有电子显示荧幕。除了听 FM 加 AM 以外的节目，阁会当定时做闹钟啊，嘛会当插耳机。不管厝内插电、厝外斗电池，拢真方便，而且美观阁大方。遮尔赞的垃圾哦，外口无咧卖，只有关怀之声独家代理，专人送家扶上。电话：04-724-0922，724-0922。在地声音，在地关怀，关怀本土，关怀台湾，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经济、教育、语言甲文化，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邀请无同款的来宾，为因上专业、上棘手的话题，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厝边隔壁的节目，用上轻松的心情，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会当结合出济济共心的力量。厝边隔壁，小少来关怀，关怀台湾的好将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今仔日星期二，伫今下晡5点的时阵，我周清玉伫节目的现场来甲大家做伙，用1点钟的时间来关心咱地方的事事行行。咱知影，伫咱的节目中间，每一次拢会邀请一个特别的来宾。过去咱当然有咱的地方的首长，包括咱中华县，包括台中市，包括厝边隔壁的遮的首长，也是乡镇长，也是立法委员，或者是咱的民意代表咱的县议员等等。嘛有咱的局处长，咱的卫生局社会处、文化局等等，咱中华、咱台中、咱的附近遮大家拢真欢喜来向咱的地方的遮人士来甲咱报告甲咱说明互咱大家更较知影，做伙来关心咱地方的代志。咱今仔日，咱大家有看到咱今仔日的特别来宾，伊应该是咱大家共款足
关心，但是无啥容易请会到的贵宾吼。今仔日的贵宾是司法界，是咱中华县，咱中华地方法，即摆已经叫做地检署吼，毋是地方法院，过去是地方法院吼，即是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是咱的叶建成主任检察官吼。今仔咱请伊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毋知要请你先甲大家即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先问一个好无？咱主持人周清瑶周委员吼，甲咱各位听众朋友，这应该嘛是有现场直播的即个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华地方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我叫叶建成，今日非常欢喜吼，有这个机会来到现场接受即个委员的访问。那主要是讲委员有一寡议题，等下咱要讨论，包括讲司法改革也好，还是讲即个咱年底的选举吼，要安怎反贿选？反贿选地检署甲警察这边吼，检调这边有啥物具体防治贿选的方法？一寡法律的知识，伫遮来甲大家做分享。我想司法界，特别就是咱台湾，大家对于即个法律的教育、法律的常识，敢若真无够个。是。所以大家对于会感觉讲法官啦、检察官，拢足伟大的，拢关系着足大的权利。但是吼，可能对法律也无了解，所以有当时嘛有足大的尊敬，嘛有足大的期待，嘛有足侪失望，足侪失望嘛。所以大家对着即个司法改革有真侪的期待，但是敢若到当抑阁无啥物满意吼。第即点来讲，毋知咱我想是毋是先说明你是啥物人啦吼？因为无一声要互你去讲遮吼，就想讲即个毋知啥物人吼，是倒位人？我想甲大家报告，伊是咱彰化人吼，是阮土厝，伊咧厝是咱和美土厝彰化吼，是彰化。是民和国小毕业的哦，佫是中安高中、彰化高中，东海大学吼，我想是足优秀。做台中的检察官，做咱彰化的即个主任检察官，已经几年，拢总做检察官已经几年啊？安尼念检察官差不多是16年，16年啊！吼，看伊这少年吼，我想讲这少年吼，毋知。捌啊毋捌的吼，结果是已经做10几年的检察官，佮做主任检察官吼，而且吼，我想敢若伊嘛办过足大的案件的款是无？你敢要小可甲阮介绍一下，你经做遮久的即个检察官，你的感想毋知安怎？大家对恁吼足尊敬，嘛足惊的吼，嘛有一寡不满哦吼。应该是讲吼，不满是对误解来。对误解来。当然这是伫咱即个职位来看，讲是民众的误解。但是司法改革吼，应该是咱目前国家包括咱总统的政见是足重要一环吼。你敢要较大声，因为互因听较清楚。咱司法改革吼，应该是咱目前吼足重要的工课吼。咱伫总统就职演说的时阵，就讲到即个司法改革是一个足重要的工课。其实伫司法改革，有开过即个国事司改会议吼，其实一定有一寡结论出来，慢慢来咧推行。多委员讲着讲，迄个民众对司法官啦吼，咱讲就是讲，包括法官甲检察官吼，有期待，有误解，嘛无满意。其实这是一种，咱来讲就是讲对即个法律无他清楚伊的规定，比如讲，我拄仔甲委员开讲讲的，就是讲，法律的人读法律的人拢讲法律的议题，但是要安怎甲这个法律的议题化做较普遍的方式，讲互民众了解，其实这嘛是阮司法机关来检讨。咱袂当一直讲，阮着做甲遮好啊，为什么讲嫌吼？我拄仔比一个来讲吼，以即摆环境甲咱莫讲10年前、到20年前的环境，甲即摆比起来，其实即摆司法人员吼案件比以前较济，工作量嘛较济，比以前搁较济，以前就感觉足济啊呢。是
做到要害吼，但是人嫌到要害吼，这个老公嫌到。你有感觉人嫌是无？当然，拢有感受这种压力，因为民调特别拢是反映上尾一名，地检署上尾第2名。所以你了个赢法官呢？无，所以讲，这个问题就是讲，司法改革大概我感觉有2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讲，阮司法人员家己爱去检讨，咱要安怎甲咱所做的代志，互人民去了解。吼，你莫安尼头安尼卡的，就一直做，啊有成果，无就通者。我比一个来讲吼。我伫检察官的即个过程当中，伫中华我办过即个，大家有印象是迄个塑化剂案。对，塑化剂案嘛是咱中华办。就是咱的食品的安全。食品安全，过来就是大统的分油案。是，就是嘛是好比呢。对。啊，伊伫甲最近中华地检署办的即个定锌案，定锌违家的案件，其实这个食品安全案件，为什么拢发生伫咱中华？有的民众来讲，足大条的哦。有的民众来讲，咱是中华是乌心食品的故乡。但是我想，咱民众咱中华人大概无都通接受这种讲法，因为你认真查、认真咧做，啊，查出一寡成效出来，啊，才变成讲，这个所在是乌心的所在。我是比这个来讲，就是讲，其实检察官甲司法官内底有足侪足认真做，但是民众无了解你认真的内容伫倒，这是咱家己爱检讨，咱爱去说明互民众知。啊，第二个就是民众的即个法律的基本教育，这部分可能讲有一寡法律的议题比如来讲啊，民法有啥物即个请求的基础，这是法律人咧讲的，但是民众无了解。伊会感觉讲啊，你就是欠我钱，你阁无还我钱，反正阁无判。但是伫咧证据会决定的时阵，法官是看证据，因为法官甲检察官无可能讲相信顾一边，一定是徛咱中立的立场去听双方，啊用证据来做判断。啊，但这证据就是法律的问题。啊，啥物会当做证据？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法律咱的宣导爱有够，第二个就是另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展出就是讲，咱的法律辅助爱做够，互民众要拍官司会当找到帮助你的人，包括法服的律师也好，还是讲律师公会这边有派义务的律师，互民众若要拍诉讼的时阵，上无有专业的人做你的背景。OK， 我听到遮，我会感觉就是讲。恁司法界司法人员嘛有真了解着百姓的不满，是。但是可能有咧想讲，安怎来突破啦吼。是。所以你有感觉讲，这实在是有误会啦，吼。但是一方面就是讲，实在可能社会上各种的问题困难拢存在，但是伫咱中华，因为有恁足认真咧找咧做，所以结果有才有掠出来，是啊，有掠出来，煞讲安尼才足歹，所以像我即个感觉，我若小可艰苦心吼，所以你也感觉委屈。另外就是讲百姓的法律的常识无啥够，所以你嘛期待讲即个法律的常识，甲法律的即个宣，互大家的宣导必须要搁较济咧。是。所以遮我嘛真期待讲，期待司法人员，我若会当有常过去大家拢讲司法人员是袂使甲百姓接触的啊，因为惊去互影响啊，所以恁独立办案吼，结果就是甲社会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吼，脱钩去，所以我若有过去的一寡即个历史吼，是。所以即马我想讲，咱可能会当大家做伙努力来弥补即个部分。其实这就是讲司法存在吼，甲任何，比如讲行政也好，这毋是口号啦，就是讲司法是为人民存在。啊，你的功能就是爱解决人民的问题。你若往这方向去思考，其实阮家己爱检讨，因为无去得到人民的掌声嘛吼。这是我们自己要检讨。我即个主任检察官吼，我看是，我接受着，伊讲伊是，嘛毋是少年的啦吼，嘛毋是老的啦吼，所以是中古的啦吼。
我感觉是足客气的，无普通司法人员拢不知啊，咱安尼高在上吼，大家一向的感觉拢是安尼。但是咱伫遮甲大家报告，这是咱在地主题吼。啊，伊个足认真的办咱的案件。啊，你看定心案、塑化剂案吼，啊，甲大统，这轰动全台湾吼，啊，甚至甲国际拢去，咱感觉无啥物民主。毋过虽然无啥民主，是因咱检察主任检察官认真去抓出来，我想咱有加足安心，话大家，互大家人会当做伙注意咱的食品的安全问题。当然有人安尼做歹是足无好，但是会当去甲抓出来，来避免后壁即个问题佫发生，啊，佫继续即个危害。我感这是足重要，所以我是讲爱互恁掌声较对啦，吼，爱甲你讲多谢。啊，这嘛是咱地方的主题的即个骄傲啦，吼，我感觉这种拢足欢喜吼。而且我想讲，最近即个定心案，即个二审嘛，已经佫有判决啦吼，有判决吼。所以是十几年是无？详细迄个刑度我记无清楚，但是主嫌是15年，对。即个当然抑佫会上诉的，啊，所以为甲即个财大势大吼。结果毋知安怎，这嘛就是咱逐个咧期待司法会当足清明，啊会当真正是判迄个是非，啊，互逐个会当通。当然对法的见解嘛，着爱去学习，但是对事实、对百姓的真正的是非，我想逐个心中都有一把尺吧，吼，袂当离开伤远吧，吼，这就是咱逐个这咧期待吼。所以伫遮呢，我咧想讲。我最近有去拜访咱的地方法院甲即个地检署吼，啊，这就是因为我伫中华师范大学有教册，啊，逐年拢会带学生囡仔啊去即个地方法院地检署去拜访吼，啊去因为主要是互学生囡仔去了解啊，咱的法院啊安怎咧处理代志吼，包括地检署，包括地方法院，啊，而且即边学生囡仔有足大的学习，因足欢喜，大部分学生的反应拢足好吼。即边佫互我佫特别有一点的即个印象，就是一个去吼，咱的检察长是，检察长甲主任检察官，因竟然亲身来接援，啊，足客气，大家惊到要死哦！迄个讲，哎哟，检察长啊，佮主任检察官，佮甚至来接学生囡仔吼，大家感觉足公平的，啊，就足有受了尊重。但是即个以外呢，检察长足热心的，竟然招学生囡仔讲，因要申请宣导，即就是查贿选，袂使买票，或先个学生啊先讲一下。我想讲哦。我也毋捌，真简单，即世人我即摆70几岁啊吼，也毋捌看到检察长遐尔认真，遐尔积极，啊，真正其实足积极的，啊，着随来就是讲，即摆今年要选举哦吼，啊，这是咱逐个拢知影，袂使买票，啊，检察长吼，检察署检察官足认真决心，绝对要掠贿选，我就先甲讲，我感觉我足感动，然后就逐个做伙去，我是讲。即个我真正也毋捌看到，我感觉即个检察长是足认真、足积极咧做，所以我想讲吼，看起来安尼今年咱中华县的选举吼，会当期待即个贿选应该会终止。那我想是掠真的，毋是掠假。我毋知影咱主任检察官安怎讲？一定是掠真的啦吼，这无可能是掠假吼。当然，这意向的即个反贿选的宣导，地检署拢有咧做。啊，即届是因为议员带即个咱彰师大的学生到地检署，啊，当然即个学生嘛，可能内底有投票权，有诶嘛无投票权，但是会当转去厝诶，甲家长宣导即个理念吼，拢应该拢有选迄个投票权。那趁即个机会做即个反贿选的宣导，其实阮诶检察长检察长其实对反贿选的宣导即个部分非常的重视，包括即边县府拢总办。将近20场的反贿选的宣导，地检署拢甲咱县政府配合，啊派主任检察官或者是检察官去做宣导，主讲人拢是检察官，无就是主任检察官。咱县长有讲一句话，讲迄个
查贿选吼，当做是掠枪击要犯，这县长的口号啦。当然，县长是要宣导一个观念，就是讲查贿选的认真度。当然无可能讲甲真正买票甲当做枪击要犯落去判刑，就是讲迄个认真度，迄个积极度绝对把它等同是重大的刑案。所以讲宣导是上重要的部分。这个去讲着头先我讲就是讲，咱中华县历次的选举绩效拢足好，绩效拢足好，绩效拢足好，拢是全国排有名的小等，安尼意思是讲，咱遮足济会买票呢，还是讲恁足认真呢，还是别位拢无咧买票，所以掠无呢，还是安怎？你的解释是安怎？当然，我若家己讲，阮足认真的，可能迄落嘛有可能买票足济，无咧掠的嘛有诶。是，可能是讲，应该是讲，真正咱的风气有较歹淡薄意思是讲，中华县有较歹。毋知是有上歹，还是排伫？当然我无去做一个统计，讲到底歹到什么程度啦。但是咱伫中华的这个比较乡下、较庄脚咱的生活形态甲都会区无共。咱庄脚较重人情，这嘛是咱庄脚较重人情。咱庄脚人较古水的所在，就是重人情。出来选候选人可能就是咱以前流行一句话讲诶，国语叫做没有贿选不会选无买票袂晓选。变做习惯就是讲，比如讲民众感觉讲，你这个人要出来选，哪会无行骹到？无出来送车咧，我就毋知你咧选。这是一个观念，我是讲这个观念，这是自以前留落来一个观念。第二就是讲，咱庄脚人较重人情咱就算讲，咱以前捌选举有流行过一句话叫做啥？提还提，斗还斗，可能有一句话。但是呢，咱即摆有诶，咱即摆庄脚有诶较重人情我提我就歹势，就去遐等。所以变做买票有效，买票有效，候选人就想要买。你若买票拢无效，候选人就袂买票。所以讲第一个可能是风气诶问题。第二个是咱讲咱即个咱中华人较古锥较可爱较重人情味。历次遮侪届选举，其实我的感想是讲其实遮个卖票的人你讲平常时拢是地方人士，你嘛毋是讲啥物作奸犯，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就是讲咱为什么要反贿选？就是讲民主选举是一个民主制度上基层的这个基本的。你甲这基本的价值破坏掉，变做讲民主就无存在所以委员咱这民主的先辈就知，这民主毋是讲画就摕来，咱逐个无去珍惜咱手中这一票，咱甲当作讲这民主那算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是会当一人投一票所以咱甲它视为当然的情况之下，咱就袂去珍惜这票。但是咱要了解这个人的选举的买票。另工伊若选掉，伊绝对要透过伊当选这个职位，一定爱回收倒来。将来受害嘛是咱家己，这是第一点所以咱拄仔讲反贿选，就是要断乌金乌道也好这个金牛也好，咱就是要甲这断掉，莫互进入政治界。第二个就是讲，这个你若是因为讲一票这摕无要紧，咱投伊，咱。变做互无钱通买票，咱莫讲无钱啦，有现能的人无法度通出头。咱若无珍惜咱这票有现能的人拢去互遮个会买票的人去当选整个的结果就是整个民主制度拢破坏去。选出来毋是咱要甜的人，选出来毋是要贪污的，就是要乌西遮的人所以其实对民主的伤害，你爱了解这票是足宝贵的。这毋是为咱家己投，是为咱下一代要有较好的环境。我感觉虽然讲检察官咧讲遮是，其实拢听会落去啦。是。但是就是讲，可能需要搁强调一下，无即即个道理，我相信大家拢会当接受。只是有当时无人咧提醒就
就讲啊，人摕500啊，有500箍比无500箍平起来，有影较好咧吼。迄个若就即个客观上来看，真正有500甲无500有差咧。是。啊，毋过就是佫有迄个机会，有人佫提醒一下，特别是咱遐主任检察官佫提醒一下吼。是，所以我直接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即摆贿选吼，法律修改甲罚足重的。第一点，罚足重的吼，买票的人吼，上轻3年，3年以上10年以下。小等，我手记一下吼。买票的人是。嘿。3年以上。3年以上。10年以下。10年以下。哇！3年以上、10年以下，伫代表伊什么意思？这就是重罪。吼，基本就是爱判3年，你无机会判假罪，咱讲的缓刑。袂使缓刑。绝对无机会缓刑，这是买票的罪哦。吼，第二个，你若想讲我是卖票，卖票的罪，人来买，我甲收起来，我拄有讲着讲，摕完摕，投完投，摕无代志，毋是无代志，你只要甲收来，上重判3年，伊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吼。3年，会使判罚金袂？当然，你若是有掠着有老实交代讲，这是谁来买票吼？当然，检察官甲法官这边拢会较宽的处理啦，系啊。但是上好是莫摕。我拄仔讲着讲，为虾米咱毋通甲咱民主吼破坏掉，甲保护我若摕无同意咧，若你我买我搁摕我，但是我著甲你讲，我著无同意，安尼袂使啊。嘛是爱判罪。嘛是爱有摕钱就有，有钱就有吼。咱一般会感觉，我摕你也毋知啊。对，咱一般会感觉讲，我摕无人会知。是啊。但是这就是讲感觉，讲咱着咱减掉吼，查贿选的方法吼。其实几啊年来吼，包括讲即个第一个就是讲伫选举进程吼，地检署甲调查站甲警察这边会去收集足侪资料的吼，包括讲咱讲的种贿选、会买票的重点的人数，咱会专人去定，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有带足侪地雷，吼，就是讲伫个邻里当中，可能有即个咱莫讲是，怎么样讲？台语线民，线民可能接受到都有买票的消息，伊随时会甲检调机关反映。所以恁有带线民的。对。所以两个方向来即个咱讲交叉火网来去查吼，其实只要选举的时阵，只要有一个线头揪出来，后壁揪出来就是规官。后壁揪出来规官的时阵，你想讲拢无人知，其实路的监视器遮多，吼包括咱即个通讯的。阮若买票，就拢嘛伫厝内买，即马以前是规砖头总买，还是甚至伫投票口门口嘛咧买嘛有。是。但是即马敢若我感觉上是有较进步啊迄款的。因为即马甲以早，听讲嘛是抑阁有咧买。即马买票的形态甲以早无共吼，可能是透过较熟悉的吼，较熟悉的去买。但是即部分检察官其实免烦恼无人检举啦，吼，所以这嘛是甲各位候选人莫讲警告啦吼，甲恁先讲者，因为咧选举一定有对立性，你另外一个候选人一定丢看讲啊，你有出来要买票无？吼，互相的监督，消息就会送来地检署这边吼，所以恁千万毋通想讲啊，这摕足隐秘的、足私密的，无人会知吼。但是到尾啊，就是来去互查出来。所以恁感觉天罗地网拢考好啊，对不对？目前是慢慢咧进行部署。现在你听我讲，地检署、甲调查局、甲警察局，是，所以三面咧。是，拢有分别咧计划咧做。哦。嘿。佮一般的民众是毋是？若知影嘛会使报，是毋是？是，所以伫遮我是甲咱各位听众朋友报一个即个检举贿选的专线电话吼，这可能看较无清楚。是。摕较头前的。0800吼。小等。0800。02024。 099。哦，这是24点钟
有专人咧听的电话，这是法务部设的反贿选的专线。不是会使摕较镜头的头前，互伊去较清楚。0800024099，所以这是当时才开始这个。这特别选举拢有这个专线。所以当时才开始作用，是即马就会使，即马就会使，即马就咧用。所以即马就算买票啊。诶，当然即马买票的种子较少，贿选的种子较少。贿选甲买票，所以贿选甲买票就是一定要用钱买。是。啊，贿选，其实我请你来佚佗，请你食饭，这算贿选还是？这都无用钱买，这都毋是买票。这嘛是属于贿选的一种。贿选的对。贿选一种，贿选一种包括招待食饭、招待旅游、送礼品，这拢是包括在内。这伫迄个法院事务顶头拢有判有罪。另外就是我伫遮搁强调一点，就是讲，最近新闻咧讨论讲，即个30块的标准。其实30块的标准是一个参考的标准我伫即个实务上捌办过案件有超过30块一寡，但是法院嘛是认定有罪。也有超过30块足多，但是法院判无罪。所以这要看伊具体的状况来做判断。我比一个来讲咱一包面纸，一包即个卫生纸，细包的可能无30块。但是若有人送一箱，有超过无？有。但是送一箱情形佫无共你若送一箱，比如讲，我这候选人就送一箱即个咱隔壁咧卖羊肉炉的，甲讲人客来你就送伊一包，伊嘛毋是送规箱的，是一包一包宣传出去的。所以我比即三个咧一包卫生纸，一箱卫生纸，甲送互咱小食店分出来一包一包，这太阳无共款。所以袂当用。一个标准讲30块以下。是的，安尼我想问，就讲好羊肉炉，伊送互一箱，安尼有算贿选无？伊若用途，我会感觉伊的用途若是讲候选人是甲这羊肉炉的即个头家讲，若有人来食羊肉炉，你着去南遐，用自由去摕，我感觉安尼是无。有一个咱法律上叫做对价关系啦，足以影响。但是足清楚啊！你佫分这当然就是其他伊会当投我啊。但是你这价值无悬啊。安尼就袂。你价值无法度通影响到伊的投票的。而且毋是直接，我是咧食羊肉炉，对，场合最重要的，场合最重要。你是直接场合送的，你毋是讲半暝啊，或者是讲爱家爱户走去恁兜送一个洗发精，送一个。迄个，安尼袂要紧。迄个洗头毛啊，是讲洗发精等等，这冇判有罪虽然一罐即个洗碗精还是洗发精，可能无到50块，但是法院嘛判有罪过。所以这要用具体的状况来做判断。所以上好就放安尼对啦，放遮复杂啦。是，所以足侪候选人咧问即个问题，就是讲30块到底我会当送啥？我会甲因讲，上好拢莫送。这嘛是一个足好的方向。你若拢莫送，才会互这个无财力的人包括咱即马足侪少年人要出来选举，莫送礼，就会当当选，就会当来选举，这是一个足好的风气。那么这个期间，尽量莫去送礼，莫去避免着即种，莫去踩到红线，不要有这种争议。所以伫遮若种讲人若摕物仔来，即摆就是一般咱一般的听众，大概较毋是逐个咧选举嘛一般就是讲，若像阮人若摕来，就看起来价值也毋是偌济，是毋是收迄袂要紧，还是嘛是拢毋通呢？如果伊若是拄好讲的场合的问题嘛比如讲传理，我讲的拢是。实务实在案例啦，比如讲，咱即个传即个礼举办一个庆生会，是讲过来中秋，中秋的即个联欢晚会，伊伫内底送，这都无要紧，但是你若讲
一罐一罐摕去恁兜，恁兜有5个，我送你5罐。这个对价性可能就好像建构起来。我是举这比这个，但是不一定是法律法院确定的判决，因为有当时法院的判决每一个法官的认定的无共款。我嘛起诉过，敢若一领这个背心，可能100-200块，嘛是判有罪。但是嘛有起诉迄个不粘锅200几块，但是法院嘛认为讲，这价值较低，所以这无罪。所以这状况其实爱去看。就恁安尼讲，譬如讲，你做检察官，是法院如果是法官咧判吼，是就你的经验来看起来，你会感觉，法院法官判的恁会接受啊袂吼？因为我会记你最近咱中华才发生，检察官甲法官敢若伫无小可。可能毋是小可敢若真大诶无欢喜，是说要甲掠起来吼。这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因为法官是独立审判，伊独立审判即个是司法最重要的精神，最重要的精神。当然检察官会当驳复，但是检察官驳复是透过上诉，透过上诉补充理由来说服法官，所以讲。无共款的定，无共款的见解，当然法院有统一见解的一个机制，但是具体的个案可能认定上会有差异，这个在实务上，这是存在，这是因为法律制度。我想这有足济大家三无的吼，即件我即摆咧讲无一定，因为咱的听众朋友可一定毋知有人有看报纸无吼，毋知影无。敢会使拜托你小可甲咱的听众朋友去说明一下，然后我后壁还佫有问题要请教吼。是。因为就即件代志。是。你讲就是就即件伫检察官甲法官要掠检察官吼，这是。当然，到尾啊。伫咱中法官的吼，最近中法官的问题，敢若我呢不止常常伫报纸上出现咯。是，因为即个部分是安尼啦吼，因为即个个案有关法院甲即个检察官移送妨害公务的部分，本书一定甲处分掉，就认为讲伊安尼毋是妨害公务。但是伊执行职务即个问题吼，包括讲甲法官，因为因是两个吼，这缘起就是讲法官对咱种个申请甲一个人关起来叫申请羁押。晓得，我即摆可能着搁拜托你搁较头前，就是讲。什么叫做法官？什么叫做检察官？因为足侪人三无吼，检察官、法官拢是讲拢共款，其实是无共款咯。是。可能要拜托你，我即摆才去想着讲，可能要拜托你，佮先佮简单、较清楚、简单讲者就好。我以前拢比一个叫做包青天啦吼，咱以前咱看电视咧演的包青天吼，伊就是法官佮检察官合作伙，共一个人吼，我掠犯人。我来决定伊有罪无罪，但是这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这歹人是我掠的，吼，伊真正若去互冤屈，嘛绝对无机会判无罪，吼，所以两个爱分开，吼所以这伫法律上就是讲，真侪部分是咱所谓法官保留法官，就是限制人身自由，要甲这个人关起来，咱讲羁押，吼，羁押这部分爱法院的裁定，检察官会当申请，要甲这个人关起来有一定的要件，比如讲你是犯重罪，可能有再犯，有可能再犯，放你出去，你会搁犯别条案件，等等，你会当有即个法定的事，你会当去申请，申请了才有法官来决定要甲这个人押起来，袂押起来。迄个事件就是发生伫个检察官申请要甲押起来的时阵，法官无同意，法官甲交保，法官交保。对这检察官，伊感觉讲，这个犯人确实有押起来必要，所以伫庭开刷的时阵，双方对法律问题开始有这个争执，有争执了，可能出咱讲有点口气较无好，讲了一句话，那这可能就是法官感觉讲，你这句话去侮辱到法庭的尊严啦，这是就法官的想法是安尼。
我想吼，咱主任检察官伊也歹势讲倒一边较无理，倒一边较有理啦。吼，我想咱也茫为难伊，但是伫遮就是互咱特别，我想借即个机会，甲咱听众朋友、甲咱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个，就是讲法官甲检察官是分属伫无共款的单位，一个是伫行政系统。一个是伫司法系统，普通咱拢想讲拢共诶，其实是无共。头看，我感觉咱诶主任检察官甲咱讲啊足好。伊讲吼，我甲你起诉，我着甲你你要讲你无做，迄个足困难诶啊吼。所以即个就是一个保障啦，吼。但是呢，检察官着认为讲我即个着足要紧诶，所以伫即个中间，你想讲，若见解无共诶是，其实不止这呢。伫地方法院判。无罪，去里看有罪，就像定性即件，就看得出来。到底后壁要搁判有罪啊无罪？有个人是地方判死刑，中变无罪，较搁死刑，但舞来舞去，所以逐个会感觉讲雾煞煞吼。所以伫遮就是讲，恁会感觉讲见解无共啦吼。是。但是百姓听无呢？恁代志都一条尔啊！恁。敢若一个是地院的、甲高院的、甲最高法院，恁拢无共款，法条都伫遐尔，你是那个。民众讲的讲，迄个法院的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是啊，是所以吼，大家无啥啥呢吼。所以伫遮，你敢要借即个机会，原来司法官甲阮开示一下，好无？无百姓真正大家期待嘛足济，谣言嘛足济，即个误会。歹话可能嘛着足济，事实会敢若原来有诶款吼，所以伫遮怎啊，逐个怎愈会呢？其实即个部分吼，伊时间的关系，即若要讲甲讲整个司法独立吼，独立的精神是啥物吼？甲伊会当咱讲的自由新政、自由心证，这是足大的议题吼。但是这是审判上重要的核心。所以即个司法改革内底有一个就是。引进迄个国民参与，咱所谓国民参审，就是这法官有所谓素人法官，这大概一定试办差不多半年啊，已经有半年，试办半年这时程我可能较无清楚，这可能司法院迄边咧安排，就是讲已经有开始啊，是无？即马拢是试办就是先。拿出咱咧演练做一个，未真正判，未实际去选国民法官。伊这是学日本的制度，就是讲，国民只要符合一定的资格，当然你年龄要有够，无前科，有登记，讲我要参加这个国民法官的选择，透过电脑就去选，法院咧会去针对这个。来的名单就去检，咱讲电脑检出来了，由律师甲检察官这边去决定，谁要进入这个法庭内底。就是讲以后毋是干一个，咱讲这个伫个法院内底有两种庭嘛，一种叫做独任，一个是合议合议。独任就是一个判，伊讲准拄煞吼。这有一个叫合议，就是伫个地方法院就是三个，三审伫。迄个最高法院5个，伊的目的拢是要互卖互一个人决定，伊有可能伊家己的想法，伊的想法可能甲伊成长背景，甲伊过去的经历有关系，阮等下讲一个笑话，就是讲，要有这个法官甲这个人判较重的，比如讲这是查拉布，叫查拉去法官的楼下偷摕。法官的判较大，感同身受吧。这是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法官的这个用心。咱这个主任检察官足古锥的哦。其实这是伫统早因讲嘛，这个案例就是讲，一个法官，伊无法度去思考着讲，一个人哪会当瘦甲无物件通食去人偷摕面包。伊无迄个，伊无法度通体会这个心情。对。因为伊是贵族嘛，贵族出来，所以伊就无法度体会这，所以伊就无法度通容忍讲，哇，这哪有可能巴肚枵去人偷摕面包啦？这绝对要判足重的啊！但是即摆法官当然无这个问题，因为伊
来源嘛是来自较侪多元化吼，所以第一个就是讲法官的多元化，吼，检察官的多元化，你包括律师会当转，吼，包括国民参审加入来，其实就是要避免讲取材单一有伊的弊端啦。嘿。所以你有认为有啥物款的风险无？像安尼？你讲用这个制度，新的制度的风险。我比一个例啦，咱是学日本的，吼，日本最近发生一个案件吼，因咧审一个迄个黑道的老大，黑道的老大就叫黑道吼，摆伫个法院门口，因为国民法官，咱的国民法官甲美国的陪审无共款，人陪审是关起来，吼，有决定才放出去，但是咱的是学日本吼，就是国民法官。听了，下暗会当搁倒去家己的厝，伊嘛当看电视，伊嘛当看新闻。伫日本就发生过这种案例，就是被告是黑道老大吼，然后门口就摆一排迄个黑衣人吼，然后伊也无做啥，伊敢若这法官、这国民法官经过时阵，吼，甲敬礼，甲讲各位辛苦了，吼，各位辛苦，安尼，迄种压力就有。惊死啊！嘿，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制度咧探讨、要检讨，就是讲要安尼去防止讲，这国民法官去受到污染，这嘛是一个诚大的议题啊。我感觉听到不止一个人真烦恼呢。是。伊讲即摆敢若这几个法官，咱都感觉都爱改，都要求因都爱做到公正，都毋是遐尼咱容易啊。这百姓吼要吓搁较艰，搁较容易，若搁无法律的常识所以我毋较讲，毋知有啥物风险无。对，所以这伫制度设计这时间的关系吼，因为律师、检察官伊拢会当去甲问，我这个国民法官要互入来嘛？吼，伊这就是咧防止讲，这个会受到污染的，这个会去用受到恐吓，有心理压力无？伫咧审理的过程当中，这程序足复杂的，有足侪管控的机制。倒转来讲，就是讲，亲像咱敢若选举就好，买票都遮尔有路用吼。是。这搁关系性命、甲关啦、财产啦，迄拢足当然嘛有细条的啦吼。是。但是这就影响是先仔开法官、检察官的地位遐尼悬。迄就是迄个关系，会使讲是真要紧的点。这真正着爱足细腻，咱伫期待讲，法官爱改革啊，检察官司法改革啥，足要紧的时阵，我感觉即个嘛是百姓生活，毋是遐大的放心的一个所在。嘿，所以讲，其实试办内底嘛是就真侪专家甲学者啦，嘿，但这个议题我无研究，无研究。好，安尼时间，我感觉咱讲遮，虽然敢若讲有走去别位啦，但是这嘛是大家所关心的代志呢吼。所以，搁倒转来就是讲，嘛真希望听咱主任检察官，当然你确定嘛会使过迄个电话吼，搁甲阮讲一下吼。另外就是讲，你要叫阮去共报讲人咧掠危险咧，我嘛惊互人。报复咧，有啥物好处无？无我嘛有一寡风险，所以你是毋是要互阮讲有啥物好康的啊？咱即个法务部定一个奖励办法咯，就是讲你若有检举，因为检举去查着即个买票，基本消费每一个案件不管大小50万，检举奖金一个就50万吼，50万是。即咱先讲奖金的额度啦吼，一个检举是50万，但是你若是去掠着馆长，比如讲，本人贿选吼，候选人本人贿选500万，吼，你若是一定的亲戚关系，3等亲以内，比如讲迄个候选人的迄个太太，候选人的爸爸，吼，候选人的弟弟，买票叫你掠着，伊会当领200万。这是馆长。有分级的哦。关议员一个掠着候选人嘛是200万，一定亲戚关系嘛是100万。
但是不管这，当然这难度有较悬啦吼，要去掠着因兜的人贿选。你只要检举着一个买票，吼，不管是买几票，基本就是50万。啊，要领这个奖金吼，拄啊委员有讲着，就是讲，咱要安保护这个检举人吼，请各位放心吼。你若即个敲这个电话，或者是讲直接去地检署，或者是讲直接去警察机关要做笔录，吼，你会当要求我的这资料我要亲身交地检署。你若讲对警察可能惊因甲地方较熟，无信任，无要紧，会当要求直接交检察官，吼，要求检察官来甲你问讲，即个你检举的资料是啥物？另外就是讲证人的保护。咱有一个证人保护法，吼，这资料检察官拢会另外做起来。伫地检署这边，检举人的资料袂甲原来你要起诉的权摆做伙。咱过去会发生足侪去知影谁检举的，就是因为你这资料付过，就算你安怎密封啦哦，捌发生过密封了，有人就甲偷开看。但阮即摆就甲这歪送过，你无机会。这资料会刻伫地检署。有一定的保存的期限，这要创啥？你要来领奖金，总是要对看是毋是你本人。吼，这用途干那呢？佮袂对做其他用途，所以保护当然袂当100%保证，但是阮尽量保护各位，若有检举，袂去泄露恁的身份。啊，咱讲的好处，咱莫讲好处啦，就是讲一个奖励，对50万开始，一直到500万。因为自法务部统计吼，甲707年、706年，上新甲705年间，发出的奖金差不多有3亿、2亿外，所以3亿真侪人靠检举，安尼哦，赚大钱吼。咱中法官是偌济？敢知影？中法官？中法官我无特别统计，但是我手头发出的50万就足侪件，就是我家己你手发出去。对。因为要领奖金的时阵，检察官这边的审查发出去的，就几6件。所以确实就有咧。确实就发出去。所以确实中法官就确实真后买票呢。应该是讲风气的问题啦，渐渐无咧改善。有较好。有较好。你感觉差偌济？差几？有较好，但是嘛是算风气较无好啦。应该是安尼讲。有较好，还是风气也佫算较无好。是，因为我拄仔讲的讲，咱这庄脚所在吼，有当时啊，较重人情味，就无度有即个状况。安尼讲吼，既然甲去这个，你敢有佫个啥物特别的方式，还是安怎？因为咱若安尼，咱嘛中法官嘛是爱较摒势，通来特别摒势啊，咱。你讲咱像咱实案嘛是足认真啊，哩啊，即摆嘛应该较好啊，咱嘛要变较好咧。即个选举其实是影响着整个的发展啊。对。吼，所以即个恁有啥物款今年特别咱佫家己知影讲咱遮上严重的吼。是。恁有啥物特别的做法？即摆加强啊。因为即摆离11月24搁一段时间吼，离选举的日子搁一段时间。即摆目前检调要做的工课，就是讲收集资料。包括你即个候选人的背景，你有可能会贿选无？吼，是讲即个所在，即个选区竞争较激烈，贿选的几率较悬，吼，检调就会投入较侪人力落去做控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要到选举的时阵，咱中法官吼，咱所谓5合1吼，伫遮个各位报告就是选5种，吼，咱毋是第6市，咱是选县长。县议员，佮相对就是乡镇长、乡镇代表，另外一个就是村里长，吼。那县长就是一个选区嘛。以县议员来讲，咱有8个选区，吼。当然乡镇代表佮乡镇长就是各个乡镇吼。以即个县议员内底有8个选区来讲，拄啊咱中法官即个8个分局，吼，拢有专职的主任检察官佮检察官。有专职的辖区来去做处理，即马检举的资料会去直接就进来检察官遮，要到选举的进程，检察官会实质进驻各分局，立刻反应，收到情资就立刻查查。就我所感觉的吼，
检察就像逐个咧讲司法人员，嘛有好诶法官，嘛有无甲好诶法官，吼。检察官嘛有认真诶，嘛有无认真诶。是。所以这，我着爱办不办嘛是会使啊，我嘛是好啊过呢。有啥物差别？咱知影好歹拢有呢吼。是。啊，要好歹有呢，有安尼差足济呢。是。你。对即个问题，就是讲。有啥物？有啥物款诶办法无？当然检察官即部分可能。敢着爱百姓来检举，讲倒一个检察官较认真，倒一个检察官较无认真，敢有安尼？我应该是当保证讲，只要有检举，地检署一定会立案处理。啊，当然你讲委员讲的，讲到底处理有认真无认真，因为这有个案，我嘛毋知影讲要安怎去评论讲。啊，但是若是检察官嘛有诶足认真，家己主动。其实咱知影讲检察官是主动办案诶嘛，是是是，毋是像法官是咧等人。都爱过来到法院啊，我才会使去办处理嘿，对。所以恁会主动甲无，迄嘛差足济呢。是，所以我拄仔甲委员甲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讲，即边主动绝对是无问题。即马逐个等于拢辖区拢画好啊，拢一定各就各位定位，吼，只要有资料入来，地检署即边就会启动调查机制。若无入来咧，恁主动。敢会当主动去？所谓恁即马就是布件，啊，你有认真咧布，啊人别人有认真咧布啊无？你是主任检察官，你有安尼？比如讲，我拄仔讲着，就讲买台地类的部分吼，这可能就是各分局、各派出所爱做开资料，啊，检察官甲主任检察官会去做复核，看是毋是做假。吼，落去查看这是毋是真真正正认真，落去做布类、做地类。所以意思就是讲，现在咱大家过去的经验，大家差不多知影倒位较适，其实地方拢差不多知影谁咧买票，谁无咧买。是。啊，所以即个资料应该嘛是爱提供互恁做参考。是，无毋对，嘿。啊，其实这个部分，我拄仔讲着收集资料吼，因为。选举遮侪遍啦，这资料一定拢有，阮会拢请。已经有啊啦。嘿，一定拢请。啊，所以即摆遮都拢甲定定的就好啊。是，这是一个方法啦。这是一个方法。嘿。啊，抑佫有撇步，袂使拢正统。对，无，袂使讲。委员歹势，我伫遮佫甲各位报告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因为即届佫有一个公民投票吼，议题我毋知影，因为即摆咧审议佫有第二阶段。公投的选举甲咱即边诶地方的选举共款，嘛有宪法咯。吼，比如讲，咱无共款的议题，无共款的意见，你去阻碍人投票，安尼嘛是暴力哦。嘛是暴力。嘛是有犯罪。吼，所以讲年底即届较特殊，就是一个公民投票。当然议题我即摆毋知影未通过。OK。吼，啊，逐个要注意，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入去转票吼，转毋对，啊，要甲掠掉。袂使，这叫做撕毁选票，1年以下会做。吼。啊是讲早翕相机入去，翕票讲我投相，啊要翕出来，安尼嘛袂使。这是要限亮票。是，所以讲除了讲贿选甲即个暴力以外，有一寡小细节咱以早特定会发生的。嘿。所以真多谢咱主任检察官今仔日已经加足详细，互大家知影。我相信其实抑佫有足侪。咱原来真期待，以后抑佫有机会特别是选举愈近来了后，可能佫有啥物款的情形？因为像你即摆特别咧讲即个公民投票，我是感觉讲你即个提醒是足要紧，因为真正有人点变，就是有人阻碍着。但是可能足侪人毋知影即个法律的即个规定吼，所以足多谢你今仔日加足详细，互阮逐个知影。我想这。比恁20张的袂较无效啦，你应该是搁较有效，搁较有效。多谢委员有即个机会，互阮做宣导。真欢喜，真欢喜。我想咱的民众，咱也欢迎大家其实今仔日无机会互大家敲电话入来吼，所以以后欢迎大家会当现场敲电话，因为讲袂赴，时间已经到吼。好，咱后边今仔多谢，咱后边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咱的节目。多谢大家，
欢迎，多谢，谢谢。收到劳保局寄来他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奇怪，不是已经在领原住民给付，为什么还要再缴国民年金？因为原住民给付只领到65岁的前1个月，满65岁以后就没有原住民给付可以领了。你妈在领原住民给付的时候，如果同时符合国民年金加保资格，还是要缴纳保险费。这样年满65岁的时候，就虽然不能再领原住民给付，但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哦。这样哦，谢谢阿美婶提醒。提醒您，原住民给付从年满55岁发放到65岁的前1个月为止。在年满65岁前，即使在领取原住民给付，若符合国保纳保资格，仍应按时缴纳保费，到65岁时才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取。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台语趣味文化营要开始来报名咯，时间在7月初5到初7，有3天的活动，内容有趣味台语、